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互人讲伊讲话真爸爸，有人认为讲是要替台湾民众党来冲选票。也毋过，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元呛赌讲郭文哲甲统独的议题当作提款机，爱领偌济领偌济。针对这件代志，郭文哲有上新的回应。看起来就很像共产党提名的啊。那你怎么看？不过是这样的，不过问题是，他也可以在国民党提名，也可以在新党提名，这表示郭台铭对这两个党的控制力还不错啊。那你怎么看？就是现在那个郭冠英，他昨天在中选会的时候，他说他是代表共产党来监督台湾省的选举。以前那个像陈俊南这些人，不，陈俊南这种人应该找他，不要找我，对不对？但是我这你不找他，还找我麻烦干什么？说赶快去找那个人处理啊。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应该要修中共代理人法吗？因为郭冠英现在大陆不是你看民进党不是完全执政，不是立完全部他们过半，赶快去处理啊。那你怎么看说邱毅要组这个正义连线，然后还向蔡总统说你怕了吗？算了啦，那个奇怪，这就是民进党不对，因为在台湾这个税大下税一下，你们不去处理，每天在抹红柯文哲，该处理的不去处理，实在很慢的嘛。所以你怎么看现在那个民进党的立委自己喊说要赶快修中共代理？要赶快修，你们不是国会过半吗？不是你们行政立法都过半了，都是你们控制的，所以拜托不要这个嘴巴说说好不好？不过林飞帆说，你到了选举就把统独问题当成提款机。拜托，我不是讲国家治理吗？他到底是有没有上过逻辑学？那是今天怎么火气那么大？林飞帆我跟你讲呢，拜托你妈这有新潮流的，依附新潮流的吗？你怎么说他依附新潮流？他不是参加新潮流的吗？还是他出来说他不是？那你怎么看说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啊？他说就是他会是因为有气喘的儿子才全家移民。就我跟你讲台湾是每个地方都会气喘，是不是？但不能是台湾找个不会气喘的地方。你拜托那边花东 PM2.5 很低的，卖那家给我跟你讲。是啊，那你这个才是火气越讲越大。我来迄个也不要脸了，是规家专在会没有鸟死人，等你来到那台独募款，我就瞧不起这种人了。可是那你怎么看？就是说网友有翻出你2014年的言论，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讲说虽然你放弃绿卡，但是你父亲的兄弟姐妹还是住在美国。网友就说这你也是打脸你自己。我打脸什么？我是说我不喜欢那一种全家都躲在海外呢，他回来一个人在台湾募款在喊台独。我跟你讲，台湾目前有户籍是台湾籍的，有400人住在海外这本来就很正常的，这本来就有的事。我只是说你们不要言行不一那样。现在你怎么看昨天馆长开直播说柯粉去那边骂他，说他找吕敦霖，但是他说柯粉去，就他开直播说柯粉去骂他，但是他说他其实也有借你，就是蔡宜芳那个健身房。那馆长声望这么高的人，哪里需要去介意这种1-2个人的抗议？也不用啦。馆长那个粉丝这么多，馆长算是汉子了，不是在给告诫的人。是啊，那你怎么看那个时代力量说就是如果黄国昌没有办法进立法院，让蔡壁如进立法院，这才是浪费选票。有啦，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把那个我觉得黄国昌应该摆低了。坦白讲，为了时代力量好，我觉得这奇怪。我听说现在黄国昌也不在学测委员会里面，这一看就是被做掉了。不过徐永明说，干脆建议你说只要市长自己进不分区冲这两票。他也有智商只有70吗？奇怪，今天我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两位是在一条，就是有关于好像昨天那个公务员不是啊，你要问我题目，你至少问那个看起来智商比较高的题目，我就很讨厌人家问他智商很低的题目对了。愚人的问题，智者无法回答。是啊，那因为你每次讲到新潮流都很火大，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跟郑国会那边还是想要跟他们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就除了李敏蔚那边的话，你就不会再提其他跟郑国会。没有啦，不过事实的真相，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提的。那现在是不是就是说有幕僚提，就是说还是可以在选举后半段的时候去帮民进党，就是那种无波的站台。其实这样的，民进党里面我有朋友，我本来还要去帮庄瑞雄站台，还想说哇呀很丢，结果
他也被移到部务局去了，又少掉一个可以帮忙的。但是现在会不会就是那个民党那边好像就是说不太敢让你去站台？哎呦，我看就话民进党刚我徛台嘛无几个嘛。那高嘉瑜有在谈吗？不过他都在办公室问我说怎么办。没有啦，我们说啊，我们会帮忙你的。市长问一下那个早上昨天公务委员会好像那个提案说，为明年2月4号成立那个就是违建委员会，然后让那个议员没办法介入来协调，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办法协调，因为这样呢，我跟你讲，像罗志祥就很有气魄。罗志祥就说他完全不接受这种违建的这种陈情。我也想说，哇，如果每个议员都像罗志祥叫嘎子，你知道，叫气平算了嘛。哎，问题是其他议员还是不敢这样。我说那这样好了，那我们就一个委员会嘛，来陈情的，我们一律会议记录公开。因为有时候议员去议员处理的，我们要把议员名字公开，觉得大家觉得怪怪的。我说那这样好了，我们 take over。我们只要我们来澄清了，我们会就全部公开，这样就解决大家的问题啊。市长，现在有议员要修那个会议室的使用办法，说以后不能在会议室从事政党。那个欢迎这个民进党的县市还有中央政府总统府一律比照办理，我非常乐见这个法律通过。好，谢谢。今天火气怎么会打？谢谢。来，我们现在市长到台下准备拄则瓜文电嘛讲到，国防部计划要派人去网络红军主持人馆长陈之汉开的健身中心接受激斗战机的训练，引起话题。朝野立法员嘛无同的看法，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周景如来传来了解。景如。网红馆长陈之汉在网络上有非常高的声量，这回还在脸书上透露说，他预计要花2000万打造一个国军训练中心，而且目前好像跟军方要进一步洽谈，希望国军可以到他的健身中心来训练格斗技能，但真的适合吗？现在朝野立委不同看法，我们来听一下，稍早回应。这个就是国防部高层在拍马屁，因为大家一看到就心知肚明。我认为这个身为国防部的高层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因为他们里面国防部有很多下属的这些部属，他们也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跟批评所以说我们希望回归制度因为毕竟他们有教官，那本来这个在体制内就可以做训练，那你为什么要偏离体制，然后今天想东明天想西，主要还是逢迎拍马。我想这没有拍马屁，我们当然欢迎也谢谢馆长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提供国军这样一个训练。但是呢，国军的训练它一套完整的做法，包括绝对有合格的教练，合格的一个训练的课程。所以我想如果馆长愿意来协助我们，当然也不会这个有拒绝。但是我想还是要符合整个国军训练相关制式的一些规定，还有相关的这个合格的教练训练课程的一个安排。议员们有不同看法，现在国防部的态度也转趋低调，强调说目前都还在研议当中。只是现在有一名备役中将却认为，现在国军缺的不是培训的师资，而是重点是训练有没有落实。对此议论纷纷，其实馆长也透过脸书再度发文，他强调训练中心他一定会弄好，强调要守信用。至于后续进展如何发展，有待继续来观察。以上面情形。多谢景如，继续要来关心咱台视新闻的独家画面。这是半暝加人落大雨，乱乱的月美路有一条车路当咧做工程，煞规个引起崩山的情形。详细画面，连线记者陈英如来传来了解。英如。好主播基隆月美土资厂因为凌晨大雨，施工道路整条坍塌，车辆难以通行，就连大门也被冲垮，里面的物品全都飘了出来哦。民众忙着抢救、出力搬运，也呼叫消防队和市政府建管科到场协助。他们更直呼这样的情况实在太惨烈了，损失严重。带您听一段民众的访问。地方我们也没有进去啊，你们不敢进去啊？对啊。也不敢。今日去到一波一个无去，我们都要找人。不一定係你嗰日去啦，我哋後尾個幫亂嘛，不一定。不一定說會幫啦，但是你進去就是很危險。危險啊！好，謝謝你，謝謝。其实中央气象局今天清晨已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凤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山区要慎防土石滑落，连夜大雨下个不停，一度还传出月梅路的林泉禅寺发生土石流，经过警方查证，发现没有明显的走山，道路也没有中断。至于这一处土资厂将从今天开始停止营业，等待设施改善完成，才可以再度重启。以上是目前情况。
多谢英如，上线天气消息提供给大家，提醒大家防空风台引起到北部、东部落雨。气象局针对到嘉南市、新北市发布上大雨特报，另外台北市宜兰县发布大雨特报。因为风台慢慢离开咱台湾，明仔载拜六也有礼拜日水气变较少，有机会看到出日头的情形。不过气象局提醒讲，下礼拜日又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落南，刷落来台湾北部会过落到差不多19度的温度。变做又个湿又个凉冷的天气。搁再来关心，这是苗栗竹南一间铁片工厂，昨下晡5点钟发生一件意外，一个查甫互铁门夹到，送去病院急救了后，也是救袂倒转来。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颜玲武来传来了解。玲武。救护车匆忙抵达现场，还有人帮忙引导方向，因为这里有人被铁门给夹住。救护人员到场时，被铁门夹住的李姓男子尽管是已经脱困了，但全身瘫软，口鼻出血，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将伤者送医，还一边急救哦。不过伤者依旧是因为伤重而宣告不治。而这起事故就发生在21号傍晚5点多，苗栗竹南一家铁工厂。事发现场还可以看到大片的血迹。今年56岁的李姓死者是从事绘图工作，原本呢是受雇前往铁工厂勘察现况哦。到了傍晚呢，员工都已经下班了，最晚离开的李姓男子要帮忙关铁门，但疑似是操作不慎，遭到电动门给夹住。隔壁的工厂员工发现之后，赶紧通知铁工厂的人员回来哦。不过呢是已经来不及了，死者的胸部、颈部有遭到碾压的痕迹，其余是没有明显的外伤。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经过，会不会是因为不熟悉电动门的操作才会导致意外发生？警方还要再厘清。以上是最新掌握的状况，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玲武。另外一个现场要来关心，透早6点钟，台中市中清路一间 KTV 发生杀人的案件，有2个查甫卡接片，互人杀着伤，规个卡接片拢全刀伤，互人赶紧送去病院。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林书宏来传来了解。书宏。好的，主播各观众，清晨在台中市北屯区中清路上，这间连锁 KTV 发生恐怖的砍人事件。就在 KTV 的门口，双方人马爆发冲突，其中一方还拿出刀械朝对方猛砍，造成2名男子当场鲜血直流。辖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时，发现砍人的一方已经逃之夭夭，先将2名伤者送医。2个受伤啊？对啊。啊是什么代志？满在问的每个人都说不知道。啊，伤势怎么样？伤势哦。就看到有流血这样子而已，详细的我不太清楚。伤里多远？一个好像在后面吧。后背啊？另外一个我就不看不清楚啊。什么原因？不晓得啊，每个人都说不知道啊。目前初步了解，疑似一方当时准备离开，另一方才要刷拖准备进入，没想到双方就在门口疑似互看不顺眼，发生口角推挤冲突，最后居然还拿出刀械砍人。幸好经过医院治疗，2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由于嫌犯第一时间逃离现场，警方将调阅周边监视器，要尽速将人带回，厘清究竟双方发生了什么事。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宏，插播咱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屏东东港发生2架奥多摆相撞的车祸事故，一架奥多摆徛伫咧东港大桥，准备要正弯，却互一架直直行的奥多摆撞到，2架奥多摆拢倒车离残，其中一个人手骨头断去。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柯奕胜来传来了解。奕胜。好，主观众画面上看到呢，这机车从外车道骑了出来，准备右转要前往旁边的合体道路，但没想到这个时候呢，却有另一辆直行机车却是从分隔岛右边的车道冲出来，也因此2车当场相撞，骑士双双倒地，而其中一部机车呢还被这一撞，因此往前滑行。那么这是21号早上接近10点发生屏东东港大桥的车祸。事发后呢，有热心路人停下来协助，并且呢是帮忙报案，同时呢也将这个伤者送医。但不过呢，从监视影像再看一次，其实这部直行机车，它当时行驶车道呢是只提供行人以及脚踏车使用，也因为这样误闯的情况呢，才导致意外发生。而事后这段影像被 PO 网，也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呢是桥上号志标示不清，也导致不少用人会误闯，也因此呢是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强号志的标示，减少误闯情况，来降低肇事率。那么以上是掌情况，主播。
多谢疫情，国道又搁出现车仔丛前望空，这只轿车过交流道为快车道切过4个车道硬要落，结果弄到另外一只轿车了后，搁再弄到外口护栏。这个赛车的人家己变啊骨头断去，规身躯一寡所在拢切着伤。警察讲，像这款家己要死牵拖几年的情形，上届会当罚2万4，吊牌3个月。白色轿车驶伫国道顶的倒边向一台银色轿车愈驶愈晚，后1秒。加油！他从内侧切过来。就安尼为后壁甲弄落去，驾驶直接为内车道转去外车道，实在是有够悍。后壁迄台车的驾驶甲乘客全部拢惊到，想袂到好驶伫高速公路顶的会拄到这种代志。后边换车道的轿车尾也失去控制，驶180度，搁弄到路边的护栏。那玻璃破去，车头弄甲密密麻麻，慢慢嘛落落来，看会出来，迄当阵弄甲真大力。代志发生伫15号下晡2点外，国道1号上北5个交流道路段，迄当阵银色轿车驾驶发觉到交流道伫要过啊，就冒险直接前4个车道，尾啊弄一个胸坎骨断去，规身躯拢切着伤。白色轿车车头嘛弄甲变形，好加在车内的乘客甲驾驶拢敢若惊着尔，无受伤。依照道交处罚条例第43条规定要处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2万4000以下那还要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银色轿车的驾驶后边换车道，即马唔拿爱红花，家己嘛受伤，佮爱赔偿修理车的钱，就算后悔嘛袂付啊。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新北市新店安康森林公园，一寡时大拢会带囡仔来遮耍。多一个老母讲，伊带3岁查某囝来遮佚佗，结果发觉公园的石头岩啊、石头落甲哩哩落落规涂骹，无搁再定款。另外水沟啊空芳嘛足大空，害伊的查某囝骹落入去内底条着，绊倒，摔甲规个面流血流滴，规分尸真侪所在拢切着伤，唔知要家己找谁讨。3岁查某囡仔伫个石岩顶悬安尼跳来跳去，耍甲真欢喜。看袂出来讲，伫个4工前，伊才因为这个水沟啊挂的空徛伤大，伫遐跋一倒。这个查某囡仔喙唇流血，骂骂吼，伫个公园耍煞有遮尔啊侪危险。迄当阵因老母带伊来新店区安康森林公园咧耍，这个查某囡仔安尼四界走，伊的骹去踏着水沟啊挂的空徛，骹去惊条着。规个人都安尼屁伫个涂骹，因为这个路安尼哩哩粒粒，害伊的面磕甲拢是血。就脚踏到危险的地方，所以好可怕。看到这个水沟啊挂含这个石头落落去的所在，这个查某囡仔还阁会惊，因老母安尼看到心肝真疼。伊谣伊讲，这个公园已经真老啊，长期来失修，简单把这个便所做甲遐尼啊水，煞无去张治着上重要的场所。它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没有去做修补。好像有经费的话，可能也是拿来修补其他的地方。虽然讲新店区公所有紧来做补救，把这个空徛甲落落去的所在用阿妈土来甲补好势，不过还阁有真侪所在嘛是还未好势，就惊讲有这款的代志阁再来发生。家长咧烦恼讲，安尼根本就是地漂无地本嘛。觉得这样子其实就是撑不久，然后而且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脱落，可能造成下次小孩子踩过去的时候直接剥落，然后脚又卡在里面，又再跌一次。这个安康森林公园已经有20年的历史，区公所强调讲，若要全部重新来翻修，安尼是有困难。如果公所在经费允许之下呢，我们会进行大面积的一个修补。那如果只是一个小部分的瓷砖破损，将会进行小型的一个修复。有因讲会来补偿这个家长，嘛来抵上万分的抱歉，会请专力来甲弥补。不过母仔囝2个人，只是希望讲伫个未来会当有一个安心的佚佗场通耍。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警事看班，那警事就3分数。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上新的统计资料，今年1月到10月，翕到超速上界侪所在，头4名超速翕相机，拢是咧苏花公路，拢总开3万外张罚单。为下个月起，宜兰超速翕相机搁再升级，升级了后，数位式的翕相机搁较先骹手来顾，功能嘛搁较侪，就算时速200 km， 同款翕会到，也是守规矩上界好。原本踩伫路边的测速翕相机，雄煞拢无看的。不过伫个1个月以后，就过来出现了。从后个月开始，这个测速翕相搁要专门来升级。就算讲你的时速拼到200公里，嘛是同款翕会到。民众是免笑想讲，若是甲速度甲写较紧的，安尼就翕袂到。非常紧，因为你起来来吼，伊就紧来到遮嘛是紧啦。所以讲，
安尼是较安全啦。宜兰县政府今年编400万的预算，来买这个数位测速摄像机，用这款的来取代迄款较了人工爱装底片的类比测速摄像机，安尼唔但较省工，伊的功能嘛加真强，翕照嘛佫较准，就算讲你写佫较紧，嘛是拢照翕会到。那现在就把它全面升级，采数位式，还有光纤的无线传输，把设备做升级。那预计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就会全面就是换装完成。那就是会陆续开始做执法的动作。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讲，伫今年1月到10月，测速处地前4名，拢伫苏花公路的台九线，其中这个南澳村段10个月以来总数就破几万呢，得到这个测速机仔王的称号。若是甲前4名甲加一下，安尼处地这个罚单超过3万张。人讲这个10摆车下是9改紧，超速确实是真侪造祸的原因。这个测速摄像机全面升级。估计伫11月就会当验收好势，就是要来预防超速，来致使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行伫路的马代母子刷起身就滚头皮，这个月18南投草屯这个姓郑的查甫，行伫路的强强，互一架消防车弄到，倒伫涂骹无喘气，转去中华病院治疗。厝内人去庙里求签，2间庙的神明拢只是讲上尾会当平安无代志。厝内人去甲讲改弄的这架消防车行车记录器却是歹的，怀疑讲敢会是相关的单位伫咧烧牙。家户北房外口查甫人的妈妈艰苦甲伊入口，伫边仔爸爸就算家己嘛足烦恼的，毋过也是甲因某安踏。这个月18号，因囝出门的时阵，互一台驶甲真凶的消防车弄到，险啊死去。厝内的人去庙求签，结果抽到上签，妈祖只是讲时间过去，人就会平安。叫他的时候，眼睛有稍微有动一下，流眼泪。我嫂嫂跟他讲话的时候有流眼泪。一个囡仔活跳跳的囡仔，你出去买啊，佮甲人我保庇紧切开。姓郑的查甫人已经结婚啊，有一个4岁查某囝，因某的腹肚内佫有一个6个月大囡仔，最近才拄买新厝，本来计划明年1月就要入厝，想袂到煞伫这个时阵发生意外，弄到人的是南投草屯的消防车，家属袂当接受的是车顶的行车记录器是歹去的。他们的行车记录器是坏掉的，那个画面是停留在103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谁的责任较大，该调查，因为家属惊对方会食案，所以查甫人的小妹就希望警方一定要查好清楚。啊，目前上重要的也是希望阿兄会当赶紧好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或者心情要来关心新北市中公路中国中部为明年起要收查甫的，明年会申请改名叫做中公中学。校长讲，5、6年前中公路中的国中部才艺班就已经开始收查甫的，即马因为大家囡仔生较少，校嘛爱对着时代。学校内底学生上课真有压力，真少甲看规个班全部拢是查某囡仔。这是新北市的中公路中，这个画面未来可能要改变啦，因为中公路中明年国中部会开始收查甫学生。我们在5、6年前开始有男生了之后，整个学校的文化就是比较活泼，非常活泼。然后那个两性之间的那个教育也显得很正向。所以呢，我们109学年度开始，国中部7年级开始是全面收男生这样。我觉得男生很讨厌，可以不要收吗？就是我觉得收男生的话，可以更落实性别平等。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国高中查甫学校干那3间，包括建中、成功甲市会高中，查某学校拢总有20间，包括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金尾女中、中女、乡女等等。因为受到囡仔愈来愈少，较歹招到学生，加上两性平等的观念愈来愈受到重视，这原因影响，真侪敢若收查甫也是查某学生的学校，拢变做查甫拢要收啊。新北市的中公路中嘛在咧改变，不过也是有一部分的高中无受影响。那个硬体设备的上面的设施就需要花很多的经费去改善。也许校友的期望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讨论嘛。金尾女中的校长讲，过去嘛捌讨论过相关的议题，不过尾也是决定无要改变。嘛讲透过社团的活动，其实查甫甲查某交流的机会也是真侪，认为两性的教育无问题。新的时代，新的观念，要保持传统，也是要有改变。学校拢爱找一个上好的方案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处处空空要来看到山姜仔卖烧拍，台东延平乡有民众亲目睭看到2只公的山姜仔，伫咧烧笼烧热5分钟。山姜仔本来真好性地，熊变做火狐性，在地百姓又讲应该是拍种期、生炭期要到啊。公的山姜仔才会来拼地盘，赌性命，拼甲要死要活。
你若弄过来，我甲你竞转去。点即个铁头公咧烧搭，台东延平乡有2只山姜仔公咧烧搭，看到民众拢甲录影落来。第一回合，倒边的山姜仔公来一个连环搭，拼势咧冲，啊若对方是哪前哪退，伊上准时机就甲搭倒转去，双平是安尼战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第二回合是伫咧草埔安尼日来日去，伫遐拍麒麟烧石，搁 PK 拼马5分钟。不过这个山姜啊，伊的本性原本是真温顺，煞雄变甲遮尔啊火烧，其实这拢是为着山姜啊某啦。从9月到12月都是他们在交配期，可能是他们在争夺表现给那个异性。民众是安尼看甲会得志，办批讲这应该是拍整期才会安尼。其实这个山姜啊，伫咧台东即马是愈来愈接看到。去年嘛，伫咧保育类的动物甲除名，还佫有钓鱼客，要去救到一只互野狗甲热，从安尼跳入去海底的山姜仔囝，这拢证明讲山姜的族群伊的数量一定有加较济，安尼嘛显示这个保育工作已经有效果了。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到欣赏落羽熊的季节，南投关林海乡奥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已经有3丛落羽熊生活新衫，规丛看起来红叽叽，亲像囡仔笑眯眯，还佫有红色、黄色、青色小斗大的树篮。一寡游客看甲心花开。南投林管处讲，差不多到12月中，规个园区的落羽熊都会搁较红拍拍。伫咧青翠的树丛内底，有几落丛已经变红的落羽熊，安尼看着特别醒目。日头光照伫咧红色，亲像这个羽毛同款的叶仔顶悬，互人亲像伫咧真水的仙境同款。最近这个气温一直落低，南投奥万大的落羽熊已经有3丛来转红了。甲看这游客拢安尼无用咧甲翕相。颗很大。就可以延伸进去，这样子，有一个层次感，很火红，很漂亮，就对了。漂亮，真值实了。即摆已经来到秋冬啊，嘛是欣赏落羽熊的季节。游客来到奥万大的森林游乐区，正拄好去拄撞到这3丛有5公尺悬已经变红的这个落羽熊，会使讲是看到安尼青笑佮出叫。若伫咧南投仁爱乡的清境农场，嘛开始来出现这个红花带青黄的5彩双篮，这看着真出落壮观。除了这个落羽熊，还佫有南方村的黄金饭仔叶，嘛豆豆啊咧转红咯。阿瓦达的赏枫盛期大约是每年的11月中到12月底。那今年因为气温比较高，所以现在才慢慢开始红。那以目前的状况，大约是只有2成。不过呢，因为这几天天气寒冷的特别快，所以它的落羽松跟水杉已经开始转红。若伫奥万大的地漂绿野山庄的头前，有这个关渡超过6-7层楼悬的落羽熊，只单要变色尔。估计伫后个月中旬，就是上好的观赏期，嘛，互真侪民众期待讲要亲目睭来欣赏这个黄花花、佮金丝丝的落羽熊。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后山来去动物园，看到动物园的鸟禽团团，因为巴肚圆润润，最近保育人员叫伊倒来减肥，训练伊做体地起身、霸身起倒。团团15岁体重拢正常，无讲真重，也毋过因为巴肚伤过大坑，油伤济，筋肉量无够，烦恼伊会愈来愈大块，对健康有败害。保育人员逐工拢叫伊倒来做体地起身，做3个，嘛叫伊食较少的，伊做甲下箍鸡白分火，伫咧吐大气，互保育人员看得到地。就爱笑。保育人员比一个鸟起来手势，鸟禽团团，甲这个肥壮壮的分丝，一两三安尼出来，甲坐起来，刷落，搁摕落去，等到接到指令了后，才搁真无奈安尼坐起来。鸟禽团团伫做这个梯倒坐起，就是要来消伊迄个大坑的懒仔肚。刚开始做，毕竟就是很少运动嘛，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累啊，然后就会叹一口气。最近这1-2个月这样下来，就是有比较进步，对，比较没有说像之前叹气叹得这么大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禽团团，伊这个肥壮壮的外形看着真古锥。这只鸟禽15岁，伊的体重伫咧116公斤这卡兜，虽然还阁算是正常，不过伊的腹肚安尼圆滚滚，大油墩伤济，瘦肉的量较无够。就是惊讲啊，若是安尼阁肥落去，是会去影响到健康。保育人员嘛，只好来甲做这个瘦身计划，遐面粉类的物件阁甲减较少咧，安尼热量才会较低。若是得叶啊，就一直好食，安尼当互伊肠仔消化较健康。阁来配合逐工上少都爱做3个梯倒坐起，就爱安尼来甲训练，伊的身材才袂走精气。就会尽量把食物放在高一点，让它去爬。它好像会想说，有吃的，可是好高，我要爬吗？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犹豫，但是后来还是会被食物给诱惑。这只猫现在做健身，虽然讲拄开始的时阵有较懒死，不过即马已经豆豆较好势咯。3不5时嘛，家己会加做规个呀。安尼伊就有较杂钱的巴肚吧，通来做一个烟豆老爸。若是会当煞落去甲做，安尼就愈看愈有办头咯。记者综合报道。大基本千万字，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碗，碗会当讲是暗、晚、迟，也个有晚的意思。颠倒变的词就是早，嘛有人读做暗，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词就是早晚，这个意思就是早起时，也个有下暗时。像讲最近多变化，早晚都爱加读衫。第二个词读做七晚八晚，就是足晚、足暗、足晚。颠倒变的词是七早八早。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阿用做事真拼死，定定七早八早就出门，七晚八晚才倒转去。有时阵早晚阁无固定时间食饭。不过人讲一枝草一点露，伊真无简单，才有今仔日的成就。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晚，另外一个音读做暗，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伫咧美国威斯康辛州一个游牧师，一个月来拢互一只野生的火鸡缀伫后壁，伫咧甲伊打。也毋过，这个游牧师伊真袂放心，就算讲火鸡袂甲伊毒，这个美国一寡社区嘛加减拢有这款情形，特别是到拍整期这段时间，看起来歹蹭蹭，会规定走出来要甲人毒。一项火鸡感恩节就要到啊！毋过伫美国的这个镇煞一只野生的火鸡，毋若变作鸡仔路的老大，佮甲辛苦的蹄皮当作目标。He didn't pay me much any attention at all in the first couple of months, but over the last month, he's acquainted himself quite well with the truck, and now has started to follow me. 莫想讲变作火鸡目标无啥要紧，这个蹄皮伫威斯康辛州的阿科哈桑皮，就拄过火鸡掠光的时阵。He kind of jumped up and flapped his wings, feathers, or whatever it is, got real close to my face. 画面抛去网络，就声超过600万人来看。其实有拄过同款的代志，提皮佫袂少咧。毋是干那一只，是5只火鸡缀伫后壁一直了，有无车互火鸡攻击的代志嘛，定定拢会当听到。有的狗仔会替厝内收皮，毋过火鸡个性真歹，甲提皮惊甲毋敢落车。It's literally just part of their breeding ritual where they're trying to assert dominance within their group or within their flock. 专家讲，野生的火鸡伫拍整的季节会变甲真歹，走入去社区内底，看到人就有可能会甲人毒。建议民众若是发现火鸡伫甲你对，千万就毋通走，应该摕物件甲赶，也是像这个提皮同款，准备喇叭，若袂伤害动物，佫会当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半暝伫人面册写一张公开批，讲要写给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伊认为讲国民党的名单对国家安全有真大威胁，请吴敦义三思而后行。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义勇来带咱了解。义勇。好，主观众带你关注一下，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下倒数50天，蓝绿两党的党魁呢，其实也在脸书上有交锋。因为呢，民进党的主席卓荣泰呢，其实在21号深夜的时候，有特别发了致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公开信。那内容呢是提到对于国民党的这一份不分区立委名单呢，认为是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并且呢对国家的安全呢造成了破坏。那对此呢，其实国民党主席卓荣泰今天早上出席活动的时候，对此呢也有了最新的回应，带你来听听看。由蔡英文总统对他自己的政党提出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恐怕他的影响力会比较大。就像他任命行政院长一样，他也可以跟他过去竞争的对手，赖清德先生，他延揽他去做行政院的院长。我也觉得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可以意外的。不过，如果两个党来比较还是中国国民党比较符合民主政党的过程，从严谨的审查开始，到中常会，到最高决策机构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我们觉得这个名单也许还有不够完美之处。
我们也愿意虚心的改善。好，第二个其实国民党主席这个吴敦义呢，其实他有提到了，认为这一份自己的不分区名单呢，其实是有经过好几次的审核，并且呢是有公开透明的方式，也反酸了民进党的这份不分区立委名单呢，才是没有经过公开透明的一个方式。以上为现场最新情形，现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先来看到德国的这个萨克森瑞士国家公园有这座真出名的巴斯泰石桥，伫咧河顶面198公尺的所在，两边小头有大粒石头，这个场面真大。其实这座桥是1851年起的，100多年来，真侪游客专工要来看。像讲电影《纳阿尼亚的传奇》，就特别爱来这拍片。为替恁看这片山区的景致，外形奇怪的大石头中央出现一座用石头来起的桥，桥的一边是形真怪奇的大粒沙岩，另外一边煞会当看到溪仔甲一个镇，无同的光景实在真特别。We've made it to the Bastei Bridge, and I have to say, when I think of Germany, this kind of view is not what springs to mind at all. Yeah, I know. I mean, there is a bridge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cks. What is that about?这座岩石之声就亲像城堡的外城同款，守护200河边的社区。沙岩经过溪仔水几落百年的冲口甲射，成做真特别的景观。迄座桥是伫19世纪的时阵起好的，拄开始上查起的，一直到1851年，因为游客愈来愈多，才会改做用石头来起。巴斯泰桥就起伫咧离溪仔198公尺远的所在，虽然爱爬487阶溪仔才会当到顶的，不过伊的景致真正是水甲互人会得志。The park is part of a climbing and hiking area that stretches into the Czech Republic. 巴斯泰特别的景观嘛，互电影《纳尼亚传奇》甲布达佩斯大饭店拢走来接翕。若是寒天来到巴斯泰，就会看到沙岩甲下骹的树仔顶拢互雪砍掉的，嘛有另外一种无同的气氛。行伫巴斯泰石桥顶的，毋但会当看到200河，更当欣赏到萨克森迷人的风景。若是有机会，一定爱来看卖咧。记者综合报道。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艺界人生要带大家来看杨丽花。讲到歌戏，就会讲到杨丽花。杨丽花过去讲，伊是为老母巴肚底，就开始伫咧看歌戏。伊是伫咧戏团后台出世，老爸老母拢伫咧戏团做事。老母杨好是戏班的头角小生，为了要趁食，顺话搁伫咧搬戏。有一天搬煞，随到后台生杨丽花，可能是伫咧戏馆边看久啊，天生就够搬戏。6岁上台，拼到台湾歌戏上界请赢的时代。这个片头曲应该互真侪台湾人足少念的。伫咧台湾歌戏起地的所在，也就是杨丽花的乡里宜兰县燕山乡。杨丽花的爸母是林火炎甲杨好，因拢是戏班的演员。伫迄当阵生活真艰苦，为着规家伙仔大细，杨丽花的老母杨好，伊安尼大身大命都顺话啊，搁拼咧做戏。上尾伫咧戏病的后代，甲杨丽花甲生落来。自娘胎出世，杨丽花就和歌戏结真深的缘。对细汉开始，伊学走基滚仔，学看戏，阁有读3字经、千字文，还阁爱学吞经放假、起手落叉，甲这做歌戏的骹步手路，拢甲拍甲在。我就是按拍卡成的长大，所以以前我会翻身、翻滚、翻倒，我会爬车顶，阁骑4天呢。这拢会用嘿，基本讲我拢细汉就学啊。自安尼了后，伊真紧就红起来。18岁迄年，拄好有一个机缘来开戏班，伊和小凤仙、小明明这个头角加入赛金宝歌剧团，讲是7仙女，还阁去到菲律宾来公演。伫1965年，杨丽花接到参加广播电台来组一个天马歌剧团，因为杨丽花的后声18阁有开口，所以就真侪戏迷拢足介意杨丽花的。1966年是台视开台的第4年，正式甲歌戏甲放伫电视顶悬来做。天马歌剧团的杨丽花来演出精忠报国岳飞的角色，互观众安尼学到甲会得志。1968年台视成立歌戏剧团，杨丽花过来做团长。其实我们杨丽花歌仔戏团，我相信阿姨会让这么多的广大粉丝这么疯狂着迷，是因为她的艺。
他演戏是很自然的。杨丽花嘛真清楚讲，家己伫个电视来播歌戏，安尼上会出叫。不过有当时嘛会来做这个西装的打扮表演，甚至过来演过这个兔女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看这两只兔有古锥无？今年是兔年，但是兔呢，就是代表幸运较聪明。这是1987年新春特别节目，杨丽花来试这款无同的装扮，甚至过来跳这个浸古锥的兔仔舞，安尼互伊的卖相感觉足青笑的。伫咧1970年代的后期，这当阵是杨丽花上请赢的时阵，伊就甲这个重心豆豆啊对歌戏甲煞去做食的。伫咧这个时阵，经过朋友的绍介，伊去捌到迄当阵伫咧英明总病院担任骨科医师的洪文栋。1983年，杨丽花和洪文栋的世纪婚礼轰动规台湾，来到现场贵宾上少也有5000人以上，这个政界商界的大粒女话，会使讲是安尼入诗。迄当阵的洪文栋为着杨丽花嘛安尼做甲足拼势。因为我18岁就认识他们，真的那个时候，洪先生，是真的紧追不舍啊哈。尤其阿姨那时候真的很忙，都在棚内，有时候都一路到都是通宵。即摆杨丽花伊的作品虽然讲有较少啊，不过伊要是真注重爱甲这个传统甲传落后一代，就爱甲这个歌戏的乡路戏安尼继续甲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上新的现场。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有跟中国在军事演上共同实验以对抗的状态，所以我们立即对抗的作战的方式。那但是这不表示我们传统的国军的战力是不需要的，传统的国军的战力还是要持续的去强化它。那在不对等的战力里面，我们看到的前线，其实它就是不对等战力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在这方面，我们也都持续的在强化这方面的国防准备。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国际上的支持，有更多的理念相近的国家愿意跟台湾站在一起，共享我们的理念，那么一起来维护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你好，我问一下，昨天韩国瑜说他的有价证券还有做一些金流都被民进党用地毯式的收获，现在是用毛系统式的来放大来看来检查，还说他30年前当过这个台北县的同乡会的时候，成立这个时候，那他当过3年的理事长，那也因此被查账。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税务单位会做澄清的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事实上国税局不时的会有查税，我想我们周边的朋友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税务机关的这个运作但是他讲的这个案例，我不觉得是存在的。会取消。总统想要请教一下郭冠英，他昨天在登记不分区的时候，他说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监督台湾的选举。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们的选举当然是由我们的人民来监督的。那我们的政党、我们的政治人物也是要受人民监督的那我相信郭冠英先生所讲的话，在台湾会认同的人实在是不多如果有政党去认同这样的话，或者政治人物去认同这样的话，也会被淘汰的。有一些。想请教一下，韩国瑜的豪宅案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他在脸书上要求您也要一一的检视您国内外住过的房屋。但是另外呢，农委会已经收到了台肥的报告，说韩国瑜跟台肥的借贷案的部分是有违公司法跟证交法的，然后希望说可以董事可以出来说明。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第一个，我所有的财产已经历经20几年的财产申报了每一次我都把我所有的财产状况都按照法律来申报
那我也参加过这么多次选举了，也都被检视过了哈。那所以我觉得他呢有一点想要回避他现在被检验的事情，才这样的说法哈。那第二件事情有关于台肥的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就让有关的机关按照的法律来处理，我没有进一步的评论。这个国军有40名要去跟馆长做一些训练，您觉得这样？有人认为说他是个网红，跟国军训练可能有些落差，有点争议。我想馆长除了是网红之外，他其实有很多的专长那也有很多的能力跟能量可以来协助国军了那我是觉得，如果民间机构本于善意义务的要来协助我们国军那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表达一个正面欢迎的态度那我们也欢迎其他的民间的单位，如果他们觉得他们愿意协助国军的话我们都欢迎但是这样子的行动这种样的善意就不应该被做过度的政治的解读了。最后一题，林先生。不好意思，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前些日讲说搞台独的子孙都在美国，他刚刚又说了，他说他就是看不惯在台湾来搞台独，然后之后再跑到国外去。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言论之后，他还就是批评了中共代理人法，说不需要这样模仿他。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下个月中，特别伫咧英国伦敦上场，各国家咧先大家小酒做伙出来翕相，新闻上要插台做伙来欣赏。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